坦白講，自從2024年比賽過後，我嘅增肌期感覺進步都唔大。明明進修多咗，知識多咗，飲食訓練都嚴咗，但進步就係一半。而英嚟曼城第3個月，規律生活咗2個半月，我發現呢2個月進步明顯。明明知識冇咩增長，值得比之前隨便。少咗研究健身，訓練量減半，點解進步反而多咗呢？回想過往進步得最快嘅一段時間，同埋自己教過成果最好嘅學生案例，我終於明白練出好體態嘅關鍵，只要思考小事，活在當下，好好生活，咁樣生活變得簡單，壓力少咗，肌肉就可以快樂成長。我少咗思考小事，例如要食咩補充品、訓練課表點安排、研究呼吸技巧、未來增肌減脂方向、幾時先可以攞卡，同身邊或者網絡嘅人做嘅體態比較，同我相隔兩地，毫不相干。唔識我而我亦冇興趣識嘅人，對我嘅無謂指責同輿論。我專注嘅大事係瞓好、做好動作品質、食夠原型食物同埋食得開心，記錄每次訓練嘅下數、重量，因應自己嘅進度慢慢加重加下數。冇咩事就盡量唔減脂，登基咗一段時間食到食唔落，先至諗下減脂。攰得滯就加熱量，做齊呢啲大事，體態都有緩緩進步。3個月後睇翻就會覺得顯著。回想我進步最快嘅時候，就係我跟第一個教練 Jimmy 練咗1年嘅時候，我哋大調以往嘅動作模式，減少代償，提升動作品質，大減訓練量，做佢安排嘅呼吸熱身動作。進步關鍵係我減咗垃圾容量，身體少咗壓力，有健身諗法或者問題嘅時候，唔轉牛角尖，唔過分思考，通通問教練，腦袋就可以清空，瞓好覺。要體態進步，唔係學習同思考就可以嘅，最重要係實踐，專注每日做好習慣。想要令體態進步嘅每日行動清單就留言要，我就會免費發俾你。記得追蹤按讚分享。